大家今日的第13版的人生故事分享会。啊，这个故事分享会呢，主要是由台东台基社所主办的。台东台基社是由我阿东跟阿玲所想的，就是想讲，会当创造一个空间，会当互咱的少年人会当自由轻松的用台语开讲交流安尼。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叫做阿东。我即个目前是伫国校咧教台语安尼。我之前是伫读清大的，目前是开创一个阿东日课的卖酱业，咧专门咧推广台语台语安尼。好，要煞来换后一位来自我介绍之前咧，我先简单介绍即个画面吼，就是恁的开讲室内底有两个连接，头一个连接是咱的白板，白板就是会当写你的名，个你按为后壁显过会发现有迄个今日所有的讲者的资料吼，我先分享我的画面。好，就是即个白板吼，即个白板就是会当写你的名，甲你目前读的科系还是工课安尼。你为顶悬只会当掀过后壁来看，你看到今日每一个讲者的资料，甲因的作品吼，嘛当留迄个留话互因问问题，还是要讲你的意见想法拢会使吼。好，这是头一个连接的部分。第二个连接呢，是咱的强编的笔记，是遮大家会当伫过程当中，若听到啥物特别的台语词，还是你毋知迄个词要哪翻做台语，你都通先记伫遮，咱留你最后来做讨论安尼吼。好，安尼煞来着换后一位来自我介绍一下，煞来换阿姨。好，等者哦。阿东，你头拄仔分享的迄落，强编，搁分享一摆，我毋知影是安怎，我遮是白色的，所以你搁甲大家介绍一摆。好。多谢啊。安尼，互大家看一下。OK， 好。好，安尼你当先开始简单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阿莹，我即摆是交通大学4年的学生。即个台语社是我甲阿东共同来创办的。足欢迎大家做伙伫遮开讲、交流、交朋友。嘛希望咱少年人会当共同伫遮学台语。家己的母语吹转来，好，刷落来交互阿东。好，安尼咱就开始请一寡新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你若是无方便开镜头，还是开麦克无要紧吼。过嘛是欢迎大家当开镜头，大家互动吼。好，刷来首先换即个林 GT 林，简单自我介绍一下。GTD， 大家好，请讲。我是阿平，是嘉义人，即摆伫台北食头路。后一摆来遮想要听大家分享的物件是啥？好，了解，好，欢迎。好，所以咱后一位叫做义峰，蔡义峰，敢有方便开麦克？自我介绍一下。有人在呼吸啊。有点小害羞。别拍摄，不要紧，你自在就好。欢迎。好，过来咱选换品辉，郑品辉，大家好。你好。你好。今日好 ，OK， 咱先来换，我看下，WL，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WEIL。大家好哦。你好。好 ，OK， 感谢。先来换。延期名菜，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这敢是日记，我毋知咩了。嘿，啊，请讲，你爱开麦克哦，你若要讲话，当开麦克。好，可能好要紧，无方便。过来咱再换Alice。喂，大家好哦，我号做 Alex，我家己人，即摆咧做日记的翻译，我拍一下广告咧吼，后面咱即场台东台语社的活动线场了吼，刷落去暗时6点，今仔日吼，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有即个台语的演讲会，阮家己的台语囡仔伴发表吼。大家若有闲，去参加吼。好，你咱甲迄个伊相关的资讯来连接，咱搭伫个开讲室内底。好，多谢。麻烦，好，安尼过来先来换乌璇，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乌璇，这是我头一摆来遮。我嘛是嘉义人咧，所以听到嘉义人，我感觉做欢喜的。我是今仔日去参加台语认证考试，其实我台语无啥好啦，我就看到你群众内底都有分享有大济啊，我想讲，哎哟，我嘛爱来练习，真欢喜。你拄仔讲互少年人来练习，我想讲我年岁遐尼大，要安怎？我即摆伫国校咧教册安尼我是想讲吼，母语是真重要，所以真欢喜会使甲大家学习。落来，感谢。好，感谢。欢迎。欢迎。好，安尼咱等下若无讲到话，朋友会当留伫最后大家自由开讲交流吼。好，安尼说来，咱就要进入咱今日的重点，就是咱今日是邀请4位少年人，还是4位学生来分享因人生故事，还是因的专业，甚至是因特殊的一寡经验安尼吼。好，基本上是每一个人13分钟分享，留7分钟，互大家问问题，还是交流意见安尼。好。咱开始来介绍咱今日头一位分享者，头一组应该是一组人吼，就是因来自台北商业大学商业设计管理系学生，因是要来甲大家分享因家己做的台语的立体册，是要来分享互大家，还是要分享讲因安怎去研究，最后设计出一套册吼。好。安尼说来，就甲时间留互咱的台语。好，大家好，我是即届台语的讲这台语故事台语我是原来为桃园来的我本人家己是中华人嘿我台语嘛是无遮尔好然后我是分享我的 PPT， 大家看一下。稍等我一下哦。好，无要紧。大家咧等台过程当中，当去看咱的白板，咱的白板的第2页就有咱的台语因的一寡作品的资讯吼。尼大家我看着 PPT， 来稍等一下。有，伊当咧走。歹势。伊讲载入中。网络比较慢。惊较侪人较歹拍。哎呀。无要紧，免紧张。大家会当去看因的迄个 IG， 因 IG 拢有放因的一寡伊即本册的资料吼。大家会当伫遐留便利贴甲因问。情况。好。然后是台语，就是讲台语，就是台语的那个用被专业的
啊，来，菜名歹势，菜名歹势。你的网络敢若可能小看怪怪，还是你考虑先出去，啊，搁你来一间看卖，安尼。嘿，因为阮即摆听你的声是断断续续的，吼。嘿，你让可能出去，啊，搁你来一间看卖。哦，好，不要紧。啊，大家若新入台朋友会当先去咱个白帮遐写你的名吼，啊，今日可能较济真济人吼。好。你讲话敢有听诶？啊，这样讲话会使，好。哦，安尼讲话会使。啊 ，PPT 我请阮朋友甲我斗相共一个。好，无问题。OK。啊，阮是四个人来做，啊，一就写故事啊、画图啊，搁有做内底立体机关的。啊，阮想要讲的，就是因为阮发现讲台语啊，即是咱的母语的其中一个啊，毋过大部分。就大部分的人即摆拢无会讲台语啊，拢佫听无，啊嘛袂有可能听有，但是就无啥会晓讲，啊，所以阮想讲啊，这是要安怎来解决，还是改善？啊，阮就想讲无阮就为教育方面来做，啊，所以阮就做一本做一套册，总共4本。哦，阮总共有4本，啊是分做食物件诶，啊，搁有穿诶食穿啊，啊大甲行交通诶，阮这4个故事来做，啊，就是较贴近阮诶生活。多谢你诶朋友诶分享，因为阮诶台语嘛，无讲遮尔好，只是阮拢对伊较有兴趣，所以阮就做即个主题。多谢。嘿，啊，好，刷落来介绍一下，讲阮为虾米要做这4本就是头前讲迄。就是阮拢对台语有兴趣，啊，毋过阮拢袂啥会晓讲，啊，阮就想要来进步一个，然后佫会使互家庭之间的关系变较好，啊无有时阵啊，迄阿嬷伊讲故事，啊，阮拢听无，迄感情会愈来愈疏远，所以阮就做一个立体册，会使互佮讲80年代的故事来牵起迄。爸爸妈妈、甲囡仔、甲阿祖、阿公、阿嬷，拢会使做伙来用即本册，啊，做伙来甲感情靠互我来，好，刷落来。那幕下一页，然后这是阮其中一个，我看到迄会动的，阮就兴趣，就即个故事是行的故事。讲因一伙仔要去台北佚佗，啊，迄时阵上出名的就是圆山仔动物园，啊，这就是迄林旺爷爷，然后阮阁有内底阁有加配音，因为阮想讲台语的字拢是教育部编的，啊，大家拢对伊毋是遮尔清楚，啊，阁看无。所以阮就想讲啊，那阮就配一支迄伊叫点读笔，啊点迄贴纸，伊个有声音，啊声音阮的配音啊，就是找一寡本来就是用台语来讲话，用台语来做母语的人，然后来录音，安尼讲话较安尼种，即摆拢讲接地气，较道地。
嘿，到第一页。算了来看卖迄绘本有啥物？我有下一页。啊，这是食物件迄本诶。啊，伊讲迄一伙仔，伊一个故事内容啊，是讲主角阿红一个囡仔啊，甲因阿管小妹伫个下港诶迄阿嬷因兜，阿嬷就带伊去菜市仔卖菜，啊，即个是其中一个菜摊菜摊的一个立体结构，对。嘿，然后下一页，然后这就是迄是迄本迄动物园内底，啊，阮就有用一寡立体的机关啊，掀起来迄物件就贴起来，啊，用即种的机关，阮就是想讲，安尼会使个，互大家较侪趣味，对囡仔来讲，这嘛是佫有较有吸引力的，所以阮就想讲要来用立体的机关来做。好，下一页。这就是迄当阵，因一伙仔为下港要来去台北，啊，迄当阵上出佫有一个较有名的，就是迄高速公路拄开通，歹势我会知真正毋是对的。迄当阵就是新开的啦，嘿，新开的路，啊，所以阮就想讲，好，我不如甲即点嘛写入去内底，就是迄交通的故事一开始的内容。好，下一页。那这本呢是食物件迄本，会掀开就有阿嬷的胃球后底走出来，然后讲，啊你个紧来甲我斗相共啊，个味，就是囡仔人就爱耍啊。下课了啊，转去厝内，就无想要甲阿嬷斗相共，啊，就无爱去菜园仔，就走去菜园仔立起来，啊，阿嬷就叫因来烤草。好，下一页。啊，即个是迄古早迄种大灶，天开伊就规个拢天开，啊，这是因伫个做伙。伫阿嬷边啊，然后斗相共要做迄李亚呛，李亚呛是糖葫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听过？好，下一页。嘿，安尼差不多小介绍一寡阮的内容啊，大家看有啥物问题，嘛会使甲阮来讲 QR code 扫一下，加一下我们 IG 啊，阮以后嘛会分享一寡较特殊的特别字卡，嘿，好，多谢大家。好，感谢菜苗，好，爱说来大家当自由甲因发问吼，会当甲因问问题。请问你这个绘本是？是家己要做，还是有出版社要甲恁出？阮则伫个试做的阶段尔咧。因为阮是迄毕业也一定爱做，就是设计系一定爱做一个作品出来，咱要展览。啊，今仔就拄好迄台北展览就取消啊！我就艰苦的，大家拢无看到阮的作品，阮就大家嘛是做甲足辛苦的。所以这是你算恁的毕业作品是吧？你拢毋是在文系哦？拢毋是诶，我拢是商业设计系嘿。有影吼。系啊。我感觉你这。有会当有立体，会当有迄市场诶。
你若是做了真好，会当有出版社甲恁投资，会当出版哦。即马台湾的囡仔的产品，足穿的，逐个拢要买。这成本会较悬呐，因为拢是人手工落去做，阮拢无迄规个连迄外口迄个皮啊，阮拢家己量的。好，我无问题，我问题留互别人问。多谢你。敢阁有人咧问问题，吼。恁做这是做偌久啊？筹备偌久啊？一本册差不多爱做，差不多1个月。1个月。多吧，1个月多。就是有人写故事，有人画图，有人做内底，想讲啊是要做迄个机关啊，安尼。好，写发问。肯定请讲。我要问讲，你就是做，我有3个问题。第一就是你敢若有 IG，就是做一个还袂有卖种呀，对无？就是你敢若有 IG， 第二就是你做即本迄台语红仔册，敢有请一个台语较厚的老师来教过？第三个问题就是，是安怎恁要，就是就是恁的同学拢无做台语，为什么恁迄组要做台语安尼？好，阮先来讲，阮的物件是还袂讲要卖，因为阮就是惊，阮嘛真惊讲，这物件敢袂伤贵，成本敢袂伤悬，要大量要生产，大家搁咧想啦，想要讲先来试看觅大家对这个意见，互阮一寡意见，然后会使互阮改进一下。搁第二个问题是讲，第二个问题，第二问题就是讲，你即本绘本敢有请迄台语老师甲你教过，还是讲台文的字啊？台文的字阮拢是为迄教育部的字典。就是讲家己找资料，家己查的，对吧？搁有请迄有咧讲台语的人，平常阮爸爸妈妈较有咧讲台语，年岁嘛较大啦，大家因讲的台语，阮感觉会较道地，毋是讲。因为阮想讲，台语这个物件伊的历史真远啊，历史真远。想讲，伊原本是叫闽南话、福建话，毋是已经传到台湾来已经有足侪文化的融合，所以阮想讲。所以阮是叫伊台语，大家安怎念，阮袂去讲，迄安怎就是毋对，阮会讲话开放一点，无讲伊就是绝对安怎念啊？阮就是找讲较无意者来讲，来甲阮修改。所以就是无请老师甲恁教过，就是佫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迄点图笔啊，毋是有迄录音，是请谁来甲你录的？我拢是请讲台语的爸爸妈妈呢，佫有爸爸妈妈来教囡仔，囡仔念出来，就来配囡仔。意思是，我是讲迄个点图笔，毋是有录音，你是请谁来录音？请谁？恁家己录哦，恁学生家己录音哦。无，阮就是请迄会晓讲台语的爸爸妈妈教囡仔，教因的囡仔来讲迄句话要安怎念阮搁家己录音起来。所以佮有请台语家庭的亲子来录音，晓？
嘿，没有忘掉。啊，敢是台语录音迄阵？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团体啊，伊个亲子团体啊，伊有做台语录。哦，这我唔知，歹势。真正，我意思是讲，你请的亲子是谁甲恁录音安尼？我的问题就是讲，你请什么人、什么组、什么团体，还是什么，还是个人，恁家己找私底下找熟悉的来甲恁录音。系啊，都是我，其实是我本人的一寡亲情朋友。哦，原来是安尼好。多谢菜苗，多谢。歹势。无要紧，无要紧，多谢你。嘿，谢谢。好，安敢有其他问题？咱家己问吼。好，第几请讲？有安尼有听有无？有安尼有清楚。哦好，我想问者，恁做这绘本的时阵，恁遇到上大的困难是啥物？上大的困难无？应该是立体机关的部分啦，因为讲你啊试着足侪遍的，为迄还袂画图进前，就爱先做迄个，比如讲我故事先出来啊，嘿啊，另外一个人咧就爱画分镜，啊分镜画完，啊有人就爱做迄机关，看倒位会使做机关啊，去想要做啥物机关。啊，画图的就继续画内底诶内容嘛，嘿啊，即时阵即个画图的人，佮爱画即个立体机关的部分，安尼规个才有迄个整体感、一致性啊，嘿，所以迄就歹，我感觉是即个所在较歹沟通，因为有时阵伊爱毋是我袂，对安尼问题啦。所以恁是头起是画迄个画面要安怎行，啊，落尾再去设计迄内底迄要裁起来迄机关，啊，才落尾才落尾去插迄个色，插迄个色，所以互伊规那是规组安尼形安尼。嘿，对，我毋对。啊，落尾我讲，我毋知这资讯你有网站嘛？我遐小讲者，你即阵要找迄落台语国文要甲你走教稿，吼，啊，你会晓找迄落郑顺聪老师，作家老师，我等下甲迄名写伫迄落迄钢经内底，你遐参考者。好，多谢你，真感谢。我甲你讲，你免顺什么郑老师，你找阿东袂使。其实阿东的台语嘛真好，我的意思是讲，遮主办人啊，佮有迄霍金哥，因两个拢台语足好诶，所以你来遮就对啊。而且你来遮，大家拢会甲你赞声。像你即种绘本，我即想要买，所以你若出绘本，我一定甲你买，无论超过几百块我拢买，安尼好无？哇，多谢你，真感动。其实我真有嘛有当咧做台语的翻译啊，佮校对部分啊，所以若细项的代志会当翻译到当三工，还是更加专业的问题会当请更加专业的郑顺聪老师安尼。而且阮这虽讲我这台语写了我细，啊，毋过阮这嘛是有迄落贵师级的迄落老师级的迄落台语能力的人啊。所以一个苦人会来遮苦安尼。对，所以免惊找无人。我大家拢真赞诶，多谢大家啦。因为你迄个绘本可能要留啊，互迄专业的教课啊，无人会惊讲啊，我阵若伫遐伫恁遮学着的字，敢会是正讲的迄台语对口，人会晓义啦。对，啊，顶回讲了我毋对。啊，而且我即马会买绘本的人总会学过台语文，所以伊就知影你用毋对，因为伊拢会晓查字典，甲恁程度差不多。所以你一定爱有一个死的，差不多甲你教过，像阿东这型的会使，伊真老，伊是阮逐个先辈安尼。你想无爱找一个专家甲你斗，要安怎讲，就是要甲你斗过迄个品质安尼讲。对，看头看尾拢真重要。好，多谢大家建议。即套册是大家拢真有兴趣的哦，所以你通继续发展落去吼。
好，安尼先感谢咱第一个分享。啊，大家若有啥物问题，咱留伫迄个咱的白板内底吼，会当留伫最后的时间来甲大家自由发问吼。好，安尼续来咱就要来邀请第二位讲者，啊，续来就换阿姨来做介绍。好，邀请第二位讲者进前啊，我嘛是要来感谢即个台语的分享，因为我感觉这个囡仔册实在是做甲足有路的、足赞的啦，所以咱就是爱斗阵来支持咱遮的少年人来出台语的文创。啊，虽然哈菜苗一直讲伊台语无好，啊，毋过我感觉袂讲了无好啊。我感觉就是伊若愿意讲，我感觉就是伫咱少年人来讲，一定就是足够的。所以我感觉咱伫遮。不管你的台语到底是讲了真顺，还是无顺，拢袂要紧。阮拢一定支持你来讲台语。好，啊，即摆就来第二位的分享者，就是咱位桃园武陵高中来的尤廷雄。啊，廷雄伊最近要为高三毕业啊。伊拄去大学面试了，啊，今仔日伊就想要来甲大家分享伊去成大也有台师大台文系面试的经验。啊，即摆咱就来欢迎定定来参加咱台东台语社的少年高中生尤廷雄。好，大家好，我先来分享我的画面。啊，大家会当去迄个白板遐吼写个名，啊，佮赶快来见你4位讲者的资料，啊，袂当留话伫遐互伊。安尼敢有看到我的画面？有啊。好 ，OK。安尼我就开始。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桃园市武陵高中的尤廷雄。今仔日我要来分享我伫生大台文的面试的经验。啊，虽然讲我的介绍是讲我会有即个师大台文的经验，甲生大台文经验。毋过我今仔日就是讲较侪是生大台文的经验。好，我今仔日要分享的内容会当分做3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会先来分享我的心得资料，因为阮是108课纲的学生，所以阮爱准备的心得资料甲正前无相共，有真侪改变。我等一下先解说一解。啊，第二个部分是我的面试的过程，我有就是我的自我介绍的内容，我听到的问题，就是教授因问我的问题。啊，第三个部分是准备的建议，就是若是这边有高中的学生，我会当分享我的建议。好，头起先是我的心得的资料的项目。啊，有6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授课记录，授课记录伊其实就是你高中3年的成绩，所以就是你平常时就会准备啊，学校会帮助你提供，所以你这个部分毋免去管，毋免去准备。啊，第二个部分是课程的成果，这个部分正经的心得资料应该是无的，就是这是阮今年108课纲的人才有的，就是。因为阮有真侪课程啊，就是每一个课程你拢会当去制作一个成果、一个作品，啊去传互你要申请的大学，啊上侪会当传三项，就是你的成果。啊，第三个部分是多元的表现，多元的表现就是课程以外你参与过的活动、你举办过的活动，拢会当制作一个成果，啊上侪会当传10项，所以。你看到这就会当知影讲，阮即摆学生啊，爱准备的心得资料是真正有够多，就是爱3年拢爱去准备。第4个部分是多元表现的心得，就是讲，因为你有真侪多元表现啊，伫咧展现出来的时阵，会当去利用这个心得去简单介绍，用800个字，用3张图去介绍你的多元的表现，就是多元表现的介绍就对啊。啊，第5个部分甲正经的自传淡薄仔像，就是
第五个部分学习历程自述，伊的内容有申请的动机，有你的未来计划，有你的就是学习的历程，安尼有真侪物件，就是看学校的要求，每一个学校对学习历程自述的要求无相共。啊，第六个部分，毋是每一个学校拢有，就是任何你感觉，因为生代台文甲师大台语文今年拢会当提供其他的内容，就是若是你有其他无团的导员的表现，啊，即马想要团，你会当团伫即边。我家己因为最近有咧制作一个台语的导游，就有团伫即个其他的即个部分，即个项目。好。接落来是名册流程啊，这边我展现我这边的这个流程是生代台文的流程，有两关，就是两关的内容问的问题差不多，毋过就是第二关爱先自我介绍1分钟，啊，师大台文伊是敢若有一关尔，啊，伊是团体的名词，你的，若是你有参与师大台文的名次，有其他的学生会甲你同时去名次安尼。好，我就来简单就是说明我伫迄当时怎样来自我介绍。头起先，我先说明我的理想是啥物，我想要成做一个就是台湾文化的推广者。啊，我就甲因讲，我伫高中的时阵，我的高中的经验有创立一个台语推广的平台，我嘛有用小论文写小论文啊，研究本土语言学生学习的动机甲因的成效啊。因为我有即寡经验，所以我想要成做一个台语文化的推广者。啊，第三项是我最近的计划，就是我最近甲我的朋友有咧制作游戏安尼啊。为虾米爱？甲因讲，我最近的计划，我是想讲，因为我有提供我3年的，就是一寡活动、一寡经验啊。因可能会就是奉行讲，我即马敢有继续咧制作，就是继续咧推广啊。我就甲因讲，我有就是主动甲因讲，我有咧继续来做台语的一寡计划安尼。啊，第4个部分就是生代台文对我的帮助，就是甲因讲。互因知影讲，我对生代台文的了解，嘛是互因知影讲，就是互因感觉讲，生代台文是适合我的安尼。啊，这是生代台文的部分啊。另外一个是师大台文，就是自我介绍的内容是差不多。毋过我去生代台文的时阵，才知影因的自我介绍的时间敢若有1分钟尔，所以我伫迄个时阵我。本来是准备2分钟的内容，伫迄边我就爱简单来介绍啊。师大台文因无甲你讲你有偌侪时间，所以我就直接用2分钟，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去介绍，去自我介绍。好，啊，我有就是教授有问我真侪问题，应该是讲时间就是嘛毋是真长啦，毋过若是爱。就是今仔日若是爱介绍说明我所有互人问到的问题，我应该是无法度，所以我就简单就是举三个问题为例。第一个问题，因是为我的课程的成果内底去问的，因为我伫高中3年的时阵有选择一个课程叫做历史中的疫病，啊，伫即门课内底我有设计一个图腾。啊，迄个生代台文的教授就甲我问讲，为虾米我爱就是设计即个图腾咧？伊有虾米目的？啊，我就甲伊讲，因为这就是一个功课嘛，所以我就想讲，就是制作即个图腾，其实伊嘛毋是要，即马就爱用即个图腾去宣传的是安怎？这就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啊，伫即个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会当去。熟悉我家乡的一寡文化，啊，伫未来的时阵就会当去应用安尼。所以我这边的，若是这边有高中的学生，我的建议就是讲，虽然讲你毋是所有你做的代志拢真正有一个真明显的目标，毋过若是拄到即款的问题，你就会当甲因讲，就是这就是一个学习的，就是一个熟悉文化，或者是就是练习的过程安尼。第二个问题，因就甲我问讲，为虾米我无爱读
外文系，因为因有看到我有参与过一寡英语的比赛、英语的活动，啊，因就直接甲我讲，即摆的社会可能对外文系的期待有较侪，啊，可能去外文系迄个头路有较侪，啊，为虾米无爱考虑外文系咧？啊，我就用讲，因为外文是伊的，就是我的先甲因讲，我对外文的了解，外文要读的是英国、美国的文学，因是讲即个外文系对我的文化的，就是推广嘛有帮助。毋过我就甲因讲，就是外文系的内容，毋是甲台湾的文化较无关联。虽然讲外文系会当甲文化即部分是有关联的，毋过台文系伊所读的物件，甲台湾的文化更加有关联，所以台文系更加适合我。啊，第二个部分是讲，我就甲因解说讲，我的爸母、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拢真赞成，嘛拢真尊重我的想法，所以伫家长的即个部分是无问题。好，啊，第三个问题是因伫就是时间要结束的时阵，因就甲我问讲，啊，我的强项甲弱项是啥物？我的优点甲缺点是啥物？我就甲因讲，我的强项、我的优点是，我是一个对真侪物件拢真有兴趣的人，所以会当甲无共款的人去合作。啊，我的缺点是我的数学能力毋是遐尔好，毋过我有甲因补充，就是讲虽讲我的数学的能力毋是真好，毋过我有就是利用 RPG 的游戏，利用游戏的方式去学习，也是讲去练习数学，嘛会当用就是数学加游戏去推广大基本。就是虽讲数学是我的缺点，应该是讲数学是我的弱项。毋过我若是去补充一点仔，就是其他的内容，这个弱项就会当变做我的一个优点安尼。好，落尾我想要来分享我的建议，有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习历程、学习的历程。啊，这个学习的历程，我是感觉讲，若是你是一个即马伫咧读高中的学生，你有参与真侪活动，我的建议是讲，你参与了后，就会当去做，就会当去制作学习历程啊。因为我家己去伫咧准备学习历程的时阵，我家己是。就是伫高中3年啊，今年的时阵才常来准备，啊，正经的准备的量真少，安尼伫咧高中3年啊，学测就是学习了后的时阵，就爱开较侪时间去准备学习的历程，所以我是感觉讲，若是就是一点仔准备是较有，就是对你来讲是较好的安尼。啊，第二个部分是考试。啊，我家己的考试的部分是，我的数学毋是真好。啊，我的建议是讲，每工拢准备一点，啊，你会当先去思考你想要读啥物系，安尼你就知影讲啥物科目，就毋免遐尔开遐尔侪时间去准备。啊，我有一个想法是讲，考试是永远准备袂了，所以若是你是一个，就是你。当咧准备考试，感觉讲安尼会拢准备袂了。我的建议是讲，你是无毋对的，因为无可能有人会伫准备考试的时阵，感觉讲伊已经准备好啊。因为内容伤多啊，无可能有人会准备了。所以讲即个部分是希望讲，你会当对家己有自信，啊会当去利用家己用时间啊，当然爱开时间去读，毋过莫读甲伤忝安尼。好，第三个部分，我的建议是，我感觉练习真重要的。我嘛真感谢我的朋友啊，陈明志、小雨友，因有陪我来练习我的名词啊。练习了后，你就会当有，就是有较侪经验啊，会当毋免就是毋免惊尴尬，毋免惊，就是毋免惊互人问安尼。啊，你有即个勇气了后，你真正伫咧面试的时阵，就会当就是用你就是甲因解说讲你为虾米爱读即个系，因为你拢已经想好啊。啊，第二个部分是会当听别人的经验，不管是伫网络顶悬去查，或者是问
别人熟悉的人拢好，我是感觉讲别人的建议嘛真重要，安尼。好，我今仔日的分享就到这结束。啊，若是有其他问题，欢迎去 Play Taiwanese TW 去甲我问一寡问题，拢袂要紧，拢会使安尼。多谢。好，多谢听众的分享。啊，即摆大家当自由家问问题。好，开始请讲。好，我想要问你，细汉的时阵，就是受什么影响，互你想要即摆想要升迁读台文系？应该我对台文有兴趣是伫高中的时阵，因为我伫高中的时阵其实主要有兴趣的科目是中文甲外文。啊，伫高中的时阵开始听林强的歌，啊，感觉讲台语歌是真水的，啊，就开始对台语文有兴趣，就开始有准备一寡台语推广的平台计划甲游戏，所以就开始感觉讲台文系这条路嘛是我会当行的路，嘛是真适合的选择安尼。我阁问上尾一句，恁单位人拢有甲你讲台语无？以前无，毋过最近伫我就是高中以后，有开始较侪时间是用台语甲我讲话安尼。你细汉毋是阿公阿嬷带的吼？毋是，拜六应该是讲暗时去食饭的时阵会拄着有，就是会交流。应该毋是讲会交流，应该是讲会拄着。毋过就是因为迄个时阵我的台语毋是真好，就袂甲因讲话安尼。迄时阵，就是阿公阿嬷无是会甲恁讲，毋过你就是迄时阵细汉讲较袂认得，你是最近高中才甲为着台语才练口语的是无？会当安尼讲对。好，真好，多谢，我无问题啊。来出来话主方请讲。你好，店长吼，我是朱子宏吼，我感觉我甲较早的经验吼差不多啦。我问题嘛是差不多同款啦，就是恁的爸母啊，你本身感觉阮是住桃园还是别位所在？第二个问题是爸母就是对你的经验来吼，恁爸母对于学台语讲台语的这影响是怎样吼？好。头一个问题是，我是住桃园，我是桃园人，南崁人。我的阿爸是住南崁，就是自细汉伊嘛是南崁人。我阿母是台南人安尼。第二个问题是，我的爸母对我的影响，应该是讲我感觉讲我伫高中的时阵是较主动去找，就是家己去学台语。毋过就是我的爸母因是就是支持，嘛是真支持，嘛是真赞成我的生活，就是互我自由来，就是去制作，或者是讲就是创立台语的活动啊。有诶无诶，因拢就是真赞成影响嘛，我是讲，我诶感觉是讲，毋是直接诶影响，就是因诶影响，毋是讲因直接讲我，就是毋是因要求我爱学台语文，是因就是自由互我来选择安尼，这是因诶影响。好，多谢。爱上来换阿姨。我想要问一寡甲恁名次有关系的问题，就是我想要问讲，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两间学校拢是用全台语来面试的嘛？第二个问题是我想要问讲，成大甲台师大两间学校你去面试的时阵，有啥物无共款的差别的？迄种感觉有啥物无共款无？好。第一个问题是，毋是全台语，毋过拢有用台语问，就是
伫师大时阵，头起先是因甲我讲会当用台语去自我介绍，嘛会当用华语去自我介绍。啊，头起先问的问题是用华语去问，啊，有一个教授伊是特别用台语来甲我问，啊，我嘛是用台语去回。啊，有其他因为伊是繁体名词，啊，另外两个同学就较因为有一个是客人，啊，另外一个是伊的台语可能无法度直接用台语去回答，啊，因着会就是教授就会问因讲，啊，因为台师大有用全台语上课的课程，啊，若是入来了后，敢会当接受？啊，当然因就是爱讲。就是会当接受安尼，就是爱有即款的，就是爱准备就对啊。啊，第二个部分是生代台文甲私代台文的差别。我是感觉讲生代台文用的学校是较大，就是用的就是校区是大真多。啊，私代台文用的环境就是我会感觉是讲，就是较就是因的校区是伫师大外口的一间大楼内底，所以就是较，嘛毋是讲无方便，毋过就是会当去生活的空间就是较少安尼。我想要问讲，你的感觉，你去的时阵，你的感觉两个系有啥物，互你无共款的感觉无？啊，过来就是你面试的时阵啊，你的边仔的同学。互你的感觉有啥物无共款无？第一个感觉，我是感觉讲，有啦啊，就是伫生代台文的时阵，有一个教授，伊有甲我讲，伊有听我的 podcast， 啊，我就感觉讲，安尼足赞的，我就对伊较有迄个感觉讲，较亲切啦。对，亲切安尼。啊，另外师大就无特别安尼讲，啊，同学的问题，敢若伫台师大才有，因为敢若是就是台师大才是团体名词，啊，台师大的同学，我是感觉讲，因拢有准备，虽讲毋是，就是有一个同学，伊头起先伫咧自我介绍的时阵，就是用客家话去介绍的，伊就是直接，伊就是知影伊是有准备的，啊，另外一个同学，伊嘛是看起来真想要来师大台文安尼，就是看起来拢真有兴趣。多谢。多谢。所来最後一個換 Justin， 請講。Justin 會記開麥克哦。安尼應該是無問題。再來換俊基，請講。嗨，天雄你好。嗨，你好。大聲即互你兩間攏調。多謝。無啦，我問我私人的問題，就是這兩間你若攏調，你會 prefer which one？若是生大加師大，我會先選生大，毋過我的第一志願是台歷史，毋過毋是真穩安尼，就是毋過生大台文應該是第二個志願安尼。目前來講是安尼。所以你會較 prefer 清大就對啊。毋是，是台歷史第一，生大台文第二。好，毋然有機會做同學。謝謝。再來換最後一位換德輝，請講。有安尼有聽有？有安尼會使。有。好，我就問者，你陣若入去了，你陣若迄個，因為即擺是印定兩間學校嘛，一個是升大，就升大，甲台師大。對。陣若入去了後，因為你頭拄仔講你較陣若兩間攏總調，就是要經可能會經升大安尼，你是安尼選擇？因為成功大學伊個校區是較大，因個就是講，我是感覺講因個要安怎講，
就是讲，我是感觉讲，即两个学校因的老师甲因的资源拢袂歹，啊，大师大有一个特别所在是，伊会当去修大的课。毋过虽讲讲是安尼，毋过因的校区实在是伤小啊，安尼，所以我是想讲，就是生大文因的读册环境感觉较好安尼，所以我即马目前的选择是会选生大文，是因为就是环境的即个原因。哦，所以就是讲，你感觉生态较宽啊，环境读册环境对你来讲较好安尼。对对对。我最后我搁问一个迄个伤快的问题，因为你头讲内容嘛，对无？啊，毋过我听拢是内容的，迄是你迄代迄个讲法是？我毋知呢，我家己习惯是讲内容，毋过我毋是真确定，我会当去查，因为我拢是家己学的，所以有时阵会讲毋对。哦，安尼哦，因为我头早会听，因为我较接听的是，我看里顶拢是写内容。嘿嘿，而且佫听到有一寡迄部，因为迄一般咱拢讲部分，袂讲部，我较无听过人讲部分啊，嘿，我听讲拢部分。应该是我的，嘿，还佫好啊，可能较这两音较接听着，啊其他就较无要紧啦。就是安尼。安尼就先感谢听众的分享。啊，若是大家有啥物问题，咱先留伫迄个即摆我分享的即个画面内底，即个白板内底吼。因为咱留伫最后的时间的时阵，会互大家自由发问，针对今日真首位讲者的内容安尼吼。好，啊，即摆呢，咧刷咧后一个讲者进前，咱先来翕一张相来做一个记录吼。所以即摆若大家方便的话，咱先家己的镜头开拍开吼。咱来翕一张相做记录。啊，等你若是无方便嘛，无要紧吼。大家当开始甲拍开，家己会当自由截图翕相。跟个人。安尼我先翕头一张，这2、3、搁一张，这2、3、OK， 感谢各位。就是先提醒大家，就是讲有啥物问题，咱先留伫遐个白板吼。另外咧，就是咱迄个共用的笔记吼，共用的笔记嘛当做记录吼。好，煞来换阿英来介绍今日的第3位讲者。好，第3位分享者是咱阳明交通大学的秀杰。秀杰。伊就是咱昨暝有甲大家分享的迄个影片咧，画册青的影片的主角。伊今仔日是要来甲大家分享伊家己革命的故事，偏向教育。咱即摆就欢迎即个足活泼的秀杰来甲大家分享伊家己的人生故事。Hello。你会记你开麦克哦。对，安尼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大概我台北市长无人毋是。伊就甲学台北市长。市长看落去者。好啦，就真欢喜。等下我分享一下我的画面哦。等。第位甲你破梗了咧，伊讲你是丰臣秀吉。哦。哇。你好破梗啊！是这样吗？歹势哦。但我毋知，我就想到迄名，我就看到 Alex 写迄迄个游戏，我就想到迄阵就迄个。个也是丰臣秀吉，因即摆立新伫咧读册，所以是丰城秀吉。好，我就开始吗？嘿，直接开始吧，紧。大家有听我的声音咯？有。好，等，我用者。好，先甲大家挨杀一下啦吼。我是蔡秀杰啦，我是即个屏东就东港人，真港人无。就我即摆就是受着这火警国阿东的邀请吼，就3步做2步行来到咱即个新竹丰城大门口哦。就所以当叫我丰臣秀吉啊，我人要讲笑话啊。
讲重点。我今仔要分享主题就是即个，找着你为虾米叫你家己名偏向教育啦吼。来讲重点啊，重点是啥？我来分享一下我对即个偏向现场到即个高等教育的所看到即个现象啦。在我即个成长过程当中哦，就是做即个接受，拢是接受别人的即个帮衬，我会当为我的迄个家乡做一寡虾米咧。还有即个偏向即个完整的即个优质教育，还有自我成熟啦吼。以上这等等，即个标签就是我个人得一个生成，嘛是开始我实践即个服务学习即个动机啦吼。首先我先甲大家请教一下大家对即个偏向的定义啦，来甲即个服务学习即个课程啦，来讲解一下啊。请问一下大家对即个偏向定义是啥？是教育部名册，还是卫生部名册，还是地政普及管理办法？我大家举手一下无？我大家请教一下，还是要到地上后边？好啊。请问你对即个偏向定义是啥？我找三个人就好啊。你会使家己点名哦。好啊，这杨，我等下这，好，总照出来炸掉。你看这个跳头拄迄影，黑帮迄影。嘿，对，呀。对。我就是家遮在场朋友啊，请教一下，大家对这偏向定义是啥？就是我感觉我家己认为，因为我嘛无啥清楚，我就感觉离迄西门足远的，搁人数足少的学校，就是讲要去买一个西门爱骑30公里，搁爱去啥物一班内底可能伤少人，差不多5个学生安尼号做偏向。了解。我毋知影具体定义是安怎安尼。无啦，咱就甲即个服务学习，或者课程来讲解一下，毋免惊啦。嘿，大家拢自由讲啊，对。好，我讲了，我别人讲。好，是。我帮你点，我帮你点主控。好，我来讲吼，若是对医学嘅角度来讲吼，偏向吼就是讲。坐救护车吼，爱坐半点钟以上啦。吼，安尼所在吼，亲像你出车下就是就是送医吼，坐救护车爱坐到半点钟以上啦。迄所在啦，亲像东部啦，足侪所在若是出车下有当时会有性命危险的嘿。了解。好啦。即个，遮可能因准遮我讲国语的吼，我可能就先点名到遮，我继续哦。我这因准遮我讲遮国语的，就是可能我这么讲，可能我现在用讲的啦吼，大家是用听的啦。其实我对这偏向的定义我是听的啦。就是我1月7分的时阵打分手我就去登录迄交友软体，敢知？我就去顺餐水佫背几个人就无啊，就是讲你扩大个人就无啊。你看伊遮是啥？加上附近已经没有更多的人了，扩大范围才可以找到更多配对。好啦，慢慢讲笑，回来讲这重点。我今日要讲的这主题就是教育无平等，就是我为这个偏向现象到这个高等教育我所看到这现象啦。我上大学的时阵，我惊到啊，你敢知？这个老师的这个流动率都有够悬的。我甲你讲，这毋是啥物电影《鲁冰花》内底的现象呢。佫有即个学术资源落差，就是我顶学期就拄上大学的时阵，就同学之间咧盘烂嘛，我就甲同学请教讲，你安怎录取着用不用交代就是甲我讲，伊参加即个。中研院生命科学人才培育计划教育部5G 人才培育计划我读高中读3年，我啥物事拢毋知我就开始后悔佫有第3点啦，就是这个优质教育这个课程够悬的，就是迄阵鸿海富士康开一个 AI 工作坊伊办这北中南3场南部这个是伫成功大学
啊，你敢知我透早5点起床，啊咧坐公车，啊搁转火车，啊才会当到迄落9点下晡到成功大学。哦，在这就我接受教育的福建够悬的啦。啊，搁有即个井底之蛙的现况哦，就是哦，无人甲咱讲咱未来有啥物更较济即个选择啦。所以遮个囡仔哦，可能因爸咧卖菜，啊我未来嘛卖菜也无要紧啊。所以就是遮个囡仔可能就是放弃这未来人生选择权啊吼。我来先来介绍一下哦，咱即个高中上厉害即个老师啊，叫聘任中老师。哦，即个老师够厉害的，你看伊会晓教这英语有无？啊，音乐，啊，佫会晓教这生活科技，啊，佫会晓教资讯科技。我甲你讲，我国中读3年，我英语老师换8个啦。敢有当着好的老师嘛是有啦，像即个老师即摆佫有咧联络。但是哦，我甲你讲啊，嘛是有老师哦，将这偏向哦，来当做一个transition啦。反正哦，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思考是担当啦。你要考学测，你要考指考，迄是恁兜的代志。啊，教较歹对吧？啊，无人教了，日子照常过到油洗洗啦。咱来复习一下个咱高中课文第一个啦。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矣。结果奇怪，我高中读3年，他也毋是安尼。我感觉是师者，所以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看唔看？而且才会讲一下即个阮同学一个故事啦，就是感谢。我一个同学啊，迄阵啊就是咱学校甲咱讲有教即个国防部有签即个国防培育班，咱会当有较低即个成绩来申请到即个官校、军校安尼啦吼。我一个同学吼，啊伊就是去读一年即个陆军官校了后，即嘛入伙啊，还赔入45万，你看上尾啊遮，有啥物人会真正想要读即个，就是签落啦，就是我甲你分享一个人啊，伊叫做小婷啊吼。小婷迄阵啊，高3的时阵哦，厝内底有一个经济压力啦。啊，伊毋知影未来要安怎行呢？但是因学校甲讲有这个国防培育班，所以有一个迄个做啥呀？招募员啊，一个查囡仔招募员就甲小婷讲，阮啊在介认真甲小婷讲哦，我甲你讲，你这若签落的话，一个月当是领3万2，迄保险扣扣有3万2。那下部队吼，入去迄战斗部队，一个月阁有8000块一个战斗假期。小婷一听，哦，安尼袂歹呢，按一个月就4万块安尼，4万块，伊就会当毋免逐工看着爸爸妈妈为着钱，逐工也喺度冤家。我甲你讲啊，我就小婷啊，我就是规个偏乡的缩影。我甲你讲，各位啊。我有看到比我佫较厉害的人啊！迄落讲咧处理一件代志啦，迄10外岁囡仔甲你讲，无要紧，我来，我看说明较有。我甲你讲，我听着一句，我听心里感觉，我迄讲想要甲问，干啊辛苦啊！你几年是拢安怎过的？有介济有能力的人啊，拢无人甲带啦。伊是接受学习过程教育当中哦，无人甲鼓励，啊，伊得不到即个大人，互伊的即个成就感，啊，伊就放弃要读册。啊，可能就更加就放弃即个未来选择权诶。啊，我介绍讲，拢毋捌真正实际即个互不帮衬过别人，自细汉到大拢是接受别人诶即个帮衬吼。我会当为了家乡做一寡啥物诶，我有啥物能力啦吼。我捌比过科展，我比即全国专题，还是我有选过即模范生物，这有够好笑，你敢知？我个有去插这字啊！你看这，互高1高2各会记小字嘛。领了吧，但是它是一个传奇啊。所以哦，我有一个这个偏向教育的背景哦，啊，佮有这个电脑能力啦吼，啊，拄好将即嘛这108这个课纲为这个学生做我的顾问啦吼。所以我是一个介好这就是教育搭桥者，我不要讲歹势。啊，所以我就参加这个临时政府的这个临时小学校，伊毋呐爱会晓迄个写成绩，伊啊佮会晓改变社会啦安尼啊。啊，这是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阮遮分18个学科啦安尼，啊可能就是即个高3学长啊伊捌就是去申请大学有录取啊，啊就是甲经验传承，倒来互即个高中即马这学弟因，就是因为我是敢讲就是进国教署，可能小论文啊，还是啥物比赛可能已经无参考价值啦。
啊，但是今仔即个学长吼，若有参加一寡校外比赛对无？这可能就是教授想要画的，啊，伊这样传承落，因为高中才3年啊，啊，你无量早准备，可能就袂赴安尼啦。我来这互恁看一下咧建中哦，伊伫今年这编的预算是5.3亿，啊，咱省掉偌济？1.8亿啦。开源节流，看开我都开节流啊，那我们就来开源吧。我自己说的啊，我自己说的啦。所以我会甲这个专案开源伫网络上安尼啦。就是这是我对的偏向这个完整教育的这想法啦，就是人就是负责传道授业安尼啦，搭配起来就是完整的教育啦。所以我就可能招论招爸啦，另外有咩教育，我就开始伫我19岁迄年决定要创业，啊19年就2022年，啊就是今年，啊就是我的愿景就是讲哦，希望有一天啊，所有的这儿童啊，在伊成长过程当中，都当接受这个优质教育个良好的这个家庭环境，甲有自我发展的这个机会啦吼。你通看到就是倒病的顶悬遐，吼，迄是旧年即摆呢。我爸爸妈妈逐工在咧冤家，我甲你讲啊，我即摆就是我即摆就是你要安怎讲？我想我过来啊，但是真侪囡仔就是无过来，可能就会变行为偏差，啊，就会变后一个社会案件安尼。所以咱就是有规划，这就是线上课程安尼，啊，就是有教这念书，啊，搁这闽南语安尼，啊，搁有线下应对安尼。自我反思啦吼，啊，甲大家讲哦，就是迄阵啊，就是3月时阵，迄阵啊打分手。啊，搁因为我即摆双自强，啊，就忝到要死，啊，我打上大学行，啊，就是迄阵啊，第一届接受到会当限制活动啊，啊，所以全部拢甲报，拢甲试看卖，啊，搁回头去看即摆高三搁要升开，所以才补一寡水物件，啊，就家身体就病赢，所以我想要甲大家讲哦，你身体要顾好啦，你有较好诶即个身体，才会让你帮衬更较济你想要帮衬诶人，所以哦，大家哦，礼拜就是小小喘诶，我来鼓励大家记一个。啊，互别你哦，就是介简单啊，你毋免想伤济啊，就是你可能买一个暖暖包，你送迄，就是烘历史无个，就是没有无家者啦，还是去关心一下你身躯边诶朋友啊，你互别是真正介简单啊，毋免甲想甲介难。安尼啦，当有能力时阵，敢会记得咱有捌互帮衬过人。我希望就是在场各位用去想一下，你人生过程当中有足郁卒的时阵，伫迄个时阵，你足想要即个世界佮甲你较好的即个回复，啊，互你较好的即个机会啦。你颠倒头来想吼，会当互咱有较悬、较济即个同理心啊。可能在场各位吼，毋是甘要金汤匙出世的啊。但是我相信讲哦，大家即摆通去接受高中教育吼，应该嘛算是甘蔗金汤匙啊。可能大家毋免像我共款，就是做这偏向教育，因为这是就是个爱特别找着你的为虾米啦，叫你家己的命啦。啊，我的命就是这个偏向教育，我的命是偏向教育，啊，我会继续做下去。啊，这是我的故事啊，叫做 My Story， 啊，他的故事叫 His Story。啊，刷来互咱听后一个人的故事啊！啊，主持人。好，感谢小哥的分享。啊，即摆时间就互大家当自由来问伊问题。哎呦，那听见那想要袂晓来。你要这是要安怎用啊？要用啊，就是啥？广播电台。啊，这摆是啥物人举？就这杨梅，啊，他个无。Candy 请讲。啊好，我想要问，迄秀根细汉是谁甲你讲台语？安尼你台语讲啊遮尔溜？我爸爸妈妈拢讲台语啊。哦，啊，恁倒位人啊？恁倒位人？我东港人，啊，这青港人，好啦无。哦，恁爸母两个拢东港人。我想要问讲，所以你自细汉就讲台语，逐句话拢台语安尼啊？无啦，嘛是有讲国语的啦，了。哦。对啊，你像小学个国中嘛是老师嘛拢讲国语，
啊，恁同学还是讲恁私底下，就是你诶细汉诶时阵嘛是有咧讲台语，还是讲敢若厝内爸母甲你讲尔？同学嘛之间嘛是拢讲咧讲台语啦。哦，有影，东港遐拢真流行，私底下讲台语对无？即摆我毋知，啊，至少我迄阵啊是。哦，了解。啊，你敢有兄弟姊妹？我一个哥哥，嘿。哦，啊，伊有讲台语无？可能较汉字咧讲啦。哦，啊，你较侪讲安尼哦？嘿，对，迄 GROO， 迄是啥物意思？哦，即摆换别人问多些。顶回咧，敢要解释一个 grouping。啊 ，grouping 哦，啊，就是人咧唱 rap， 毋是，迄个一个迄个，你听迄声音听起来，迄个弦有一个拍啊，拍拍迄个拍安尼。因为你听你讲台语的时候，那就有一个，咩咱讲节奏哦。啊，就听起来有一个哦，要飞起来，要飘飘安尼，飘飘迄个弦安尼。哎呀，我感觉你真适合做 podcast。你当考虑一个。哦，开口。你有一个开口啊，现在。出来，到人要问问题，请讲。我会使问个问一个，就是你开场的时阵有迄看文帖，啊，你敢会使模仿伊讲话，啊，互逐个批判一下。就是模仿，嘿对，就是用迄个背景，就是开你开头毋是对，啊，你即摆嘿模仿伊讲话，好开始。各位市政朋友大家好，我台北市长黄明哲。我甲你讲啊，即摆就是尽量留在家里，飞出不要外出，外出要戴口罩，不要在外面吃饭。对啦，就安尼啦。我现在会当就是黑白面，但我用。手机，你要用你的YouTube， 互大家看你今仔日播的迄落。好，那是会使。因为影片，互大家看者。会使。啊，顺便宣传你的迄落口座啦。好，我看这安怎试啊？等我一下。你头发来。哦。另外。我声听见我那手开啊手开。啊，对，我长录影呀，大家敢听就。最近那个大儿子就是感染肺炎，送急诊。就我那个二儿子啊，他听到这个消息，就那个弟弟，他就吓到了，他弟吓到了。好啦，无事关系。就好久大家会使去伊的频道看卖啊啦，伊内底嘛是有其他台语的影片啊，有咧掠金仔啊，是其他的啊。唱歌啊，你放迄个玻璃搭的好啊啦。真正嘛好，啊，即摆分享哦。会使。哦好，等下啊。我等，我这边。目前呢，2021佫变成2022。当初是想讲，即摆安尼炒，我著毋信未来袂出头。但是炒到即个坎站，才发现讲盲算做面盲。啊，若过去一年，毋知你还佫会记得啥？是迄间疫情，共款甲世事不甲如苍苍，还是伫想讲我的学分爱过几科才通去毕业？延期啦，真正延期，是讲煞去啊！出外人唯一的外靠是家己，身体是根本。趁过年小好喘，新年恭喜，互相勉励。啊，你是哇，厉害！呀，中仔诶！你是我那只民籍冠军，你变面干。大家应该去看伊的 YouTube 频道。人愈拢会变声嘞，真厉害。哇！迄拢我迄趣味的啦，迄拢趣味。南丁大雅之动。大家做伙甲伊赞声啦，去支持一下，爱去二赞啦。啊，你敢要介绍一下你迄个即摆迄个与你同行迄个？
好，我连咪哦，歹势，就是我即阵就有咧做一个计划啦吼，啊，就是咧嘛是咧即个传承咱即个本土语言，就是咱台语啦安尼啦，啊会当大家来追踪一下咱即个 Instagram 的安尼啊，嘿，感谢，你啦，好，谢谢。好，安尼敢有问题，即摆搁开放一个问题当问吼，敢有人想要问？有。好，大家都有啥问题吗？啊，我来讲就好啊啦。好，你讲。就是下摆吼，希望阮伫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新竹遮会当参秀节做伙来翕影片，啊，互大家看趣味的影片啊。以后，阮会拍拼，认真拍拼。期待你的影片。感谢。主访问题。你好吼，诚欢喜听到你诚煞拍的台语吼。我有一个问题吼，啊，你即摆平常时是伫用名就是石牌啊，是讲伫新竹啊？我即摆是伫即学期是拢伫交大啦，伫新竹啦，啊，可能未来嘛拢伫新竹啦。请问你是即平湖人吗？就是我是金门的口音。金门口。了解。够特殊的。我即摆是新竹。好，多谢。嘿。以来大家看拢要比迄阵飞机做头舞。伊讲你真敖啦。好，感谢。讲话介好笑。安尼，咱先感谢秀哥的分享。啊，大家若有啥物问题，会当先留伫迄个白板，啊，咱会当留最后的10分钟，互大家自由发问吼。好，安尼咱咧接来就要来邀请后一位讲者来甲咱分享。后一位阮讲者咧是咱的迄个，目前是读清华大学计量财务金融学系吼，是制裁系王立。啊，伊要甲咱来分享伊伫高中个即摆目前大学伊所体会一寡代志。啊，伊敢讲伊是细汉时阵，互人叫做天才儿童，抑个大汉了感觉家己有足无路用，啊，做一寡甲专业无关系代志安尼。吼，啊，伊就是要甲咱分享讲伊目前人生有啥物感想，啊，对家己有啥物无共款的变化安尼。好，安尼时间就煞来交互王丽。大家好，我今日无准备简报，所以我就简单向大家开讲一下。然后有头一项代志就是“翁”这个字，台语号做“翁”，毋是“翁”。歹势，翁。无要紧，这足少人知影的。对，我就简单向大家开讲一下。迄张相片足肥的，所以大家莫看迄张相片，拜托。我反应较细。那我今日就简单来向大家开讲一下。我即摆伫咧清华大学读含财务金融相关的科系，啊，今仔日内容会较济，所以我会讲较紧。啊，若讲有啥部分无听清楚，会当甲个后边甲个问安尼。我今日想要向大家开讲，我大概伫咧大学这段时间是安怎伫咧读册、社团、爱情啊，佮有工课之间去做选择，嘛想要向大家分享关于我。关系着我的心态顶悬的转变，啊，佮有我伫咧生活当中学到的一寡想法。首先呢，我想要向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可能每经过一段时间，你会渐渐发现着，讲你即摆在做的代志，啊，佮有你含你一开始要做的时阵的想法是无共的，也是讲你无去完成你原本家己设定的目标，甚至是甲你家己本来设定的遐条件是初衷，可能是完全颠倒变的。当安尼的状况发生的时阵，你可能会感觉自责，会感觉惊吓，毋知影要安怎，啊，足侪无好的情绪拢会伫你的身上。然后你可能会选择无我就放弃，我不爱管啊安尼，对。啊，毋过其实我想要互恁知影，这毋是一件无好的代志，颠倒是一件足好的代志。是安怎呢？因为伫即个过程当中会互你一直去更加去熟悉你家己，去了解你家己，渐渐你就袂感觉遐尼。毋知影要安怎，遐尼懵懵了了，然后你就会当去找着适合你家己行的路。你可能问我讲，啊，那我搁失败一届是要安怎？啊，
其实嘛无要紧，因为后一届就会有一条更加清楚的路伫你的面头前出现，到时你就会知影要安怎做啊。差不多伫咧我1年的时，大学1年的时阵，我去过透过特殊选材的录取，伫咧清大读无分系，伫咧清大叫做10岁计划，就是2年甲选科系就对啊。迄个时阵其实我毋知影家己想要爱啥，我无啥清楚，所以我共时阵读2个科系课，我考去3个社团。其实我嘛毋知影是安怎，家己就甲家己母啊就无用的安尼。毋过我嘛伫迄时阵。了解到一寡代志，像诶，比如讲我伫咧溜冰社，我写甲骨膜发炎，去互医生讲你袂使甲安尼算啊的时阵，我甲定仔讲，其实我诶骨头伊无遐实，所以讲我搁较注意讲，我若跋倒可能会有问题，甚至是以后若老嘛有可能有更加严重诶骨质疏松诶问题。当然，伫咧即个过程当中，我嘛去我嘛去感觉到讲，其实有一寡代志我足无介意诶，那即个代志就互我。开始去学向我爱去选择。原本其实我是一个，我逐项拢要做较好，爱完美迄种人。毋过自迄阵开始，我就了解到讲，我无开始了解到讲，毋是啥物代志拢应该爱去做，有一寡代志真正是无必要，并且开伤济时间伫咧顶悬，可能只是因为固执，毋是真正想要去发展迄个能力，还是讲发展迄个专长，安尼。到大学2年的时阵。当然嘛，你的课更加重，我嘛是搁照常去社团，然后搁照常算安尼。其实迄个时我拢感觉我的时间安排无问题，逐工有够无用，够充实。下早上课，下暗社团，转来搁读几点钟的册，会使对使困啊。遐开其实无啥物问题。毋过渐渐都有2个大问题出现，这最严重的哦。头一项，我对我家己的能力的认知有问题，我会忝，身体是会忝的。我会家己读甲伤满，尾来去做就是逐项代志我拢无法度做好。佮加上身体的状况有一寡问题嘛，读册当然嘛受到影响，所以我就会想要去倒撇，无想要去考试啊，因为所有状况就歹就对啊。佮来第2项，我袂记你讲，我需要互家己休喘的机会，休喘的时间，我无开任何的时间去和家己讨论，去和家己相处，讲即摆安尼安排敢有好。我最近是毋是需要一个人去洗，互家己较平静者？我就一直无用。我就对足侪代志拢开始感觉够忝的。迄段时间我深深的感受到讲，大家讲的乐观、积极，拢足好的。毋过上尾你一定会转去到讲你爱家己一个人，和你家己相处。迄个时阵，所有的效果、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忝啊、无欢喜的，拢是家己爱去承担的。迄个效果拢是家己爱去承担的。所以讲，大家一定爱会记得留一寡时间，互你家己去消极，互你家己去冷静落来，平静一下。然后到差不多3年的时阵，这是一段我开始有转变的时期。就拄好有一寡缘分，和朋友开始创业，迄即摆已经是一个稳定经营的公司就对啊。当然啦，我迄阵无啥钱，所以我是负责提供头脑，毋是coco。我就开始去遐讲我爱去发展我的创造力。上趣味的就是我迄阵其实认定家己是一个非常无创意的人。我较会要紧像迄规则标准就是一寡有固定定数的物件。毋过自迄阵开始，我发现其实我会当有真侪奇怪的想法，像迄较有创意的想法，较创新的做法，甚至是一寡伫咧每一项代志后壁，伊可能拢会有一寡可能性风险遮个代志、遮个物件。其实我是会当去发现，我是会当去感觉到的。当然，伫迄个当下，我只是感觉讲我可能较高做遮实务性的物件，甲实际的物件，所以我就想要去做足侪毋是读册的代志，去试看卖就对啊。伫迄个当时，我了解到讲。其实我一直以来对我，应该讲足认真的去认知到，讲我一直以来对我的读册无讲介要紧，就是讲无讲一定爱做甲上好的对啊。对我来讲，我的选择是讲，我愿意开较侪时间去想、去思考，然后去做一寡我可能手摸会到、目睭看会到，甚至是会当足直接去感觉到成就感的代志。也是讲会当互家己继续成长。
那一直到今摆，我嘛是共款即个心态。对我来讲，我的课业可能无讲介好，我就感觉我有过就好啊。毋过我必须成长，我必须爱一直成长，成为一个更加强的人。啊，互我的能力会当一直变得更加好，安尼。当然，这无一定是对的，就是讲，像阮阿妈讲的讲，啊，你去清华毋是读册呢？阮阿妈拢安尼讲，咱没过几届啊，阮也无咧听。伫即个阶段，就是课业、读册，伊是本分，本分就是本来应该做到教的代志。啊，我想要讲的其实是讲，对逐项代志，你拢会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你家己定的。就像诶，我对我家己读册的标准，就是我有过就好啊。啊，毋过这无一定是所有人咱接受的，嘛一定会有人讲啊，想地啊，咱读册读安尼也无歹读，有哪有人安尼讲，啊，这嘛无啥物毋对。毋过做逐项代志的决定上尾啊，一定是你家己做的。所以讲，希望大家咱去想看卖啊，当你咧做决定的时阵，你的标准应该爱是啥？然后希望你爱对得起你家己的决定。到3年的半，这段时间是我伫咧大学上困难的时间。这半年，阮出年发生一寡代志，然后我的感情嘛发生足大的问题啊，佮包括含从为1年到2年啊，到3年顶半的时阵，拢无含家己好好啊开讲，无好好啊去了解家己的问题，所累积出来压力啊，佮有情绪，安尼贴到上悬。身体状况当然嘛出问题嘛，就是变甲介严重啊，心脏有一寡问题啊，安怎有几科无法度去考试，而且逐工拢无想要出门，就是家己关伫咧房间内底，啥物拢无想要做。差不多到要3年的上尾啊一届考试的进前1礼拜，我就真清楚知影讲，我应该是考袂落啊。所以迄个时阵，我就决定我要去含学校申请休学，就是全部停落来。然后伫我迄个时阵，我感觉着讲，我家己应该爱全部放互空，互家己放松，全部重新定来。对当时的我也是一个较好的决定。伫迄个当下，我是安尼感觉的，所以我就去做啊嘛。当然，阮虽然阮出年无法度去真理解我咧是安怎我做即个决定嘛，袂讲介赞成。啊，毋过即摆我转去看，其实我真感谢当时的家己，当时我家己安尼做。因为当时我若无安尼做，可能我的情绪状况、我的身体状况拢会愈来愈歹，啊，可能就无即摆的我。所以迄段时间对我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时间。那迄段时间我做啥？伫我休学到暑假这段时间，我家己等去一个，我家己一个人出国，我家己等去一个我完全无熟悉的所在，我无熟悉的人，啊，可能嘛有足侪人讲安尼足恐怖的。啊，毋过我必须爱讲，就是除了你无熟悉这件代志，伊可能感觉起来就歹，啊，毋过实际上就好的是安怎的？就是因为无熟悉，你身躯边拢无遐你熟悉的人，所以讲你袂有平常你生活中习惯出现的遐压力。可能有一寡你自然会感觉讲啊，人际交际啊啥，拢爱交际啊啥，拢爱拢会互你一寡压力，因为遐人你熟悉嘛，你应该安怎安怎。啊，毋过到一个完全无人熟悉你的所在，完全你无完全切分的所在，你遐压力其实就无啊。那经过迄段时间，我真正规个拢平静落来。虽然讲无直接恢复到我一开始完全无问题的时阵，啊，毋过已经比3年的半迄阵的我好上济啊。迄段时间的生活，我大概含足侪朋友讲起来嘛，有人讲你太家己过家呢，毋知咧创啥。啊，毋过对我来讲，迄阵对家己的负责就是，我知影有一寡代志应该爱放下，有一寡代志应该爱把握。可能伫咧迄个当下，每一个人拢是安尼。可能伫咧迄个当下，你会感觉讲有一寡人代志也是比较重要的，甚至是你的性命当中袂当无的。啊，毋过咧，有当阵只是习惯，就是你习惯用安尼的生活去，安尼的习惯去生活，还是讲安尼方式去生活，还是讲大家人拢无共款的原因。毋过当你这毋是真正袂使放下，袂当甲袂使是无共款。那当你
回头等去看迄个时阵，我回头等去看迄个时阵，我若无放话，我即摆一定更较惨。所以我伫个迄段时间，我领悟着讲，当你拄着困境的时阵，你必须爱做出一寡改变。就算你找袂着问题嘛，无要紧，因为有一寡物件改变啦，不管是变好还是变歹，你是咧突破你迄阵拄着的困境。而且你嘛要培养一个心态，就是不管当下你做啥物选择，迄拢是家己选的。不管是好还是歹，未来家己拢袂当后悔，这是一种对家己负责的态度。然后到4年啊，4年即年就是休困了后，完全重新开始嘛。我就重新去调整我的心态啊，我要安怎行啊，啥物代志应该聊好安，啥物代志应该放下，重新出发。其实重新出发真正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啊，毋过你若无去做，啥物代志拢袂开始，拢袂重新好好继续行落。所以我调整我生活中的时间分配。我减少我本来伫个和朋友共同创业的时间甲劳力，啊，佮有一寡心力我嘛甲社团拢停掉。我开始去外口做工课，啊，参加创业竞赛。实在无共款的人，像我较早毋捌想过的想法，下面开讲做我毋捌做过的代志。我嘛更加知影讲，可能倒一款的状况是我较无遐尼够去，较无遐尼习惯去做的，较无遐尼习惯去处理的。啊，这个时阵我安怎去反应会较好？进一步一直去修正家己，我嘛会当了解到讲，其实对足侪学生来讲，去外口做工课是件足麻烦的代志。啊，毋过我感觉，对我来讲，迄是踏入社会的头一步。当你的身份为学生转变做员工的时阵，你会开始去分出来讲，我可能伫咧做工课的时阵，我的态度是安尼，我的心态是安尼。啊，毋过我伫咧私底下的时阵，我可能是安尼。就像咧，我就是一个伫咧做工课的时阵，和我私底下的生活真无共的人。我私底下我会当凊彩来欢喜得。啊，毋过我伫咧做工课的时阵，我就会毋但家己的代志做好，以外，我阁会去想讲，我即摆要。佮加去做啥？我会当佮加去学着啥？伫咧外口做工课，甲伫咧学校内底会当学着的物件是绝对无共的。毋过这嘛是共款一个问题，讲这可能要开搁较侪时间去换经验啊，还是讲去浅看你的思想的跨度，你的眼界。啊，若价值毋价值，就是讲家己去选择。啊，若讲。我感觉价值毋价值，家己去选择这条路，这嘛是一个足值得所有的学生伫咧差不多3年、4年会当去想的一件代志。较重要一个观点是，啥物物件是较重要的？啊，佮有啥物物件是咱摕来换的？想清楚家己要爱啥，然后去拍拼，去得到你想要爱的结果，迄个成果。那当然，我伫咧这个当中学到足侪代志的，因为时间的限制，所以我省足侪啊。毋过我今仔会当讲一个，就是我伫咧创业竞赛学到一个足实际的心态，是袂当去相信家己，爱一直去怀疑你家己。当你选择去相信你家己的时阵，换一句话讲，就是你感觉家己是对的。那这个时阵，若有人和你提出一个完全无共的条件的时阵，你就真歹去接受讲。你就真困难去接受伊完全无共的想法啦。啊，毋过实际上，咱应该用一个较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讲是安那伊去想讲是安那去了解是安那伊会安尼想，然后去下面讨论。这个时阵，恁两个拢会当去得一个更较好的结果。我即摆等于想，若讲伫咧1年、2年的时阵，我会当更加加怀疑我家己一寡就好啊。我到3年的时阵，我就袂过甲遮尔辛苦、遮尔痛苦啊。那到即摆，我重新去思考一下，讲我家己要爱到底是啥嘛？重新去看家己过去所做的所有的选择。我决定讲，我即摆要为家己做负责，所以我即摆嘛，同时阵在准备明年学士校医学系的这个考试，希望这个第一目标会当成功，迄是明年代志。大学生活差不多就是安尼，毋过
我是甲大家简单整理一下。可能你即摆感觉讲懵懵了了，毋知要安怎，也是讲你可能无想过你的人生要爱啥，你想要爱啥，对你来讲重要的是啥？啊，毋过有足侪问题，可能有足侪问题答案拢会是我毋知影要安怎做较好，甚至是我完全毋知影。啊，毋过其实这无要紧，因为本来就无人生来就知影讲，就了解逐项代志要安怎做，就了解家己，就熟悉家己。重点是你敢有伫咧思考，然后去做选择。那你要安怎做选择咧？咱整理一下，头一项，这个物件对你来讲有价值无？这就是关系到讲哦，你到底要紧啥？第二个，你做这个选择，敢会当对得起你家己？就是讲你爱为你家己做负责，你爱为你家己的选择做负责。啊，若讲哦，最后有达到有去得到你想要爱的成果，你完成，你成功啊！哦，我真正甲你拍鼓啊，你足够的，因为要完成一件代志，拢有伊的困难。啊，若讲你无成功，敢有要紧？其实无要紧，是安那无要紧。大家拢会讲一句话，后一个搁拍拼就好。啊，毋过即句话其实无意义。我要讲的是，开加一寡时间去做一件代志，又搁安怎？敢讲行远路就是无好的。当你行无共的路的时阵，你会看到无共的风景。较远的路的风景，绝对是较近、较平的路。遐底路无法度看到的，遐风景是你家己经历过，是你家己的经验，是你家己的成长，别人是无法度抢走的。所以希望大家若伫咧家己的人生每一个阶段的时阵，拢会当去想讲，拢会当去想个清楚，家己搁有啥物回事，想要搁进一步去做搁较好的，也是讲我即摆有啥物回事无清楚的。足侪代志学校拢袂教，册内底拢无写，啊，毋过无代表迄件代志无重要。当你拄着困难、拄着困境的时阵，你毋知影要安怎做，敢若袂无法度搁进行落的时阵，你莫去惊改变。改变是突破困境上好的方式。莫互你家己只是停在遐，啥物拢毋做。你会当做着的，永远比你看到的、想到的搁较侪。毋过当然讲到最后，就是有一件代志是上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过了欢喜。因为你若做遮所有的代志拢是痛苦，拢是无欢喜的，安尼就无任何的意义啊。所以伫遮祝福大家，希望大家会当有一个快乐佮充实的人生。今仔日的分享就到遮，多谢大家。好，多谢翁你的分享哦。啊，即摆时间的停到，互大家自由来问伊问题。好 ，Candy 请讲。请问你几岁？啊，你台语来讲了遮好。哦，我即摆24岁，台语是安怎讲啊遮好？我先讲，我含阿嬷大汉，啊，毋过阮阿嬷细汉的时阵无含我讲台语，是阮阿嬷含阮阿祖会讲台语。啊，因两个在讲的时阵，我会记我头一届讲的台语头一句话，就是阮阿祖甲阮阿嬷讲，去芳茶来互我啉。啊，我就听着，我就走过问阮阿嬷讲，妈，去芳茶来互我啉是什么意思？啊，阮阿嬷就甲我讲，啊，我的台语，这是头一开始是安尼学来，到小学的时阵，差不多3年开始吧。3年到5年这段时间，我参加过几6摆的闽南语演讲比赛。啊，我摕到的是高雄1名、2名、3名拢有摕到，所以搁有夹喙鼓，其实拢足好耍的。所以我台语应该是安遮练开啦。所以你台语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就是有比着市赛还是全国赛？我迄阵是小学的时阵摕市，高雄市第1名、第2名、第3名，啊，到喙鼓是摕第2名，拢有摕过。啊，毋过可能因为小学吧，伊就无讲搁爱比起哩。若讲国中以上，敢若拢爱搁比起哩的款，所以就无去比全国赛的部分。啊，所以你应该是拢全台语思考吼，还是你私底下嘛是交朋友有咧讲华语？其实我必须来讲，对我来讲，我国中的时阵，阁有朋友在
同学会讲台语，啊，毋过到高中的时阵，其实就无啥物同学在讲台语啊。然后尤其到大学，因为我大学就来新竹读册，我是高雄人嘛，啊，毋过我来新竹读册，伫咧清华。即较济北部的囡仔，北部的囡仔其实真少讲台语，所以我的同学内底有讲台语的足少的。但倒是，我家己想要进前我会讲台语的时阵，是我伫咧和阮男朋友冤家的时阵，真男朋友啦，伫和阮冤家的时阵，我会足生气。你喜欢是要安怎啦？我就会安尼，迄假是迄阵，就是开始慢慢啊，开始慢慢伫北部较侪机会讲台语，啊，佫会去教阮之前的男朋友台语安尼。阿姨请讲。其实我感觉，因为我感觉，红你一听就知影你有参加过台语演讲，因为我自细嘛是参加台语演讲，啊，毋过我感觉我的演讲的口音无遐顺啊，毋过我听有别个人参加过台语演讲的迄种口音，就是今仔日听到学姊，今仔日就是分享足侪你过去艰苦的日子啊，还是有足侪选择的。我想要听的是你有倒一件代志，还是倒一个时期是互你感觉足欢喜足快乐的时间，还是代志拢好。上欢喜的哦，差不多2件吧。一件是伫咧我差不多高中3年的时阵去申请迄个特殊选材，迄阵离伊的上尾期限差不多剩1礼拜，毋过大家拢在准备考试，我是拄好知影的。我嘛就想讲，无去申请看卖伊讲哪样，若无申请哦，我一定会后悔。我会申请看卖啊。迄阵足紧张其实阮厝里是，阮阿嬷是无赞成，伊感觉讲你若无好好读册。毋过到尾啊，就是经过书信，刷来到书信伊就，我迄阵拄好开刀，伫病院收到通知讲，你经过第1审嘛，刷来第2审，我想讲，我足疼，我嘛毋知影要安怎欢喜哦。无我准备好啊，所以我到出院了后，到休困3工，我就转学校，就校长、秘书教官先生啥全部找来，我做10几场的面试的练习吧。尾我真正到清华的时阵，我有够欢喜。我迄阵其实开刀的伤还袂完全好，我你跳啥，阮老师会甲我讲。你开个都开了，毋是吗？你爱注意吼，我拢定定跳开安尼。这是一个欢喜的时阵，迄阵真正是，人生当中第1届，有一个足明显、足有感觉的，你真正是用家己的人生，因为我特殊选材，我是用家己的人生的经历去报的。真正是用我家己的人生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打拼去换来一个我想要爱的未来的头一步，迄是我第1个人生上欢喜的时阵。第2个就是我确定我要读学士后医学系的时阵，因为到迄阵我较清楚知影讲我人生要爱的到底是啥，佫有我想要行啥物款的路，真正清楚啊！迄种懵懵了了的感觉总算是消失啊，对我来讲。所以，迄是我人生第2个感觉上欢喜的时阵，差不多是安尼。多谢，我嘛真欢喜。感谢。再来换 GT 林，请讲。洪小姐你好，我是想要分享讲，就是迄个聊天室内底嘛是有人开讲室内底，若是有人讲着，是讲。若是你讲足侪你人生的体会，毋过若是当摕一寡案例来讲，会可能当较清楚嘛，当较紧熟悉你即个人，甲你的应过或迄经验安尼，就是一寡案例安尼听起来较紧知影你咧表达的过去安尼。譬如讲，就是我有兴趣讲，你毋是讲。
你家己一个人想要走去天涯海角迄种，家己一个人放家己出国去佚佗，也是全部拢无熟悉的人。啊，譬如讲你是走去对一个国家佚佗啊，偌久安尼，啊，伫迄时阵你有思考到啥物代志？因为我嘛是算是讲有做过含你相像的代志，就是2当前、3当前，我就是去抽到迄个英国的迄个 working holiday 嘛，啊，就去遐住一冬安尼啊，迄类的。啊，所以嘛是讲，你若有即种出国经验嘛是会想要听。啊，你敢毋当等下回答嘛？当讲你是去对一个国家佚佗安尼？多谢。感谢你的建议。其实我甲大家讲，我今仔日本来准备的物件，我家己讲过一摆了，我发现我会讲超过20分钟，因为伤济案例，所以我后来想讲减到尾啊，感觉讲有一寡代志袂当无讲，啊，毋过就足可惜的，就是足济案例我无法度，经验我无法度和大家分享。当然讲，若大家有兴趣，想要来讲人生，咱会当另外找时间泡茶讲，我真欢迎嘿。啊，过来就是对即个出国的部分，其实我出国，我家己放出国的代志有2届啦。这只是讲我状况上无好迄届，我状况上无好迄届，我到学生啊，其实手里无啥物钱，所以走较近。第一届就是走去中国，迄阵去迄个啥，中山，伫个湖南遐，啊。迄其实是我人生第一届出国，所以我嘛真惊，因为我嘛足惊我的消息伫咧遐。啊，毋过，伫咧遐我真正发现讲，遐个人诶做代志诶方式，伊诶想法，啊，佮有伊表达家己诶方式拢无共，所以我就住伫一个简单诶套房内底，啊，差不多过1个月，安尼，然后就伫遐做一寡逐工看遐看，一开始其实无啥爱出门啊，因为迄阵状况就歹嘛。啊，到尾啊，差不多后半就是尽量甲家己讲，我会当出门去世界看看，安尼，啊，就互家己甲放松诶一个空。搁来到第2段诶时阵，其实我是去日本，我去日本诶，迄个叫做啥？Okinawa， 冲绳，应该是冲绳啦 ，Okinawa 对。啊，去遐嘛是。其实老实讲，遐无车足无方便的，啊，我袂晓开车，所以无法度。毋过我伫咧遐时阵嘛是差不多做共款的代志，毋过迄届我状况更较好啊。啊，我就嘛是世界去行的，啊，就发现讲，对日本即个所在，含中国含台湾，佫拢无啥共款啦。啊，因对待人的方式嘛完全无共款。啊，我若甲伊问一件代志的时阵，伊的反应嘛会完全无共款，就是足侪足趣味的代志啦。我个人即摆是足推荐家己一个人出国即件代志，甚至是毋免出国，你就伫咧台湾，因为即摆疫情遮尔严重嘛。我家己即摆我就出国，我就会开车，我开车去山林，开车去海边，啊，规路我就看迄个风景啊，袂歹，放松，啊，食啊物件，对，啊，放松者，会使转来啊。我有一届是我即摆伫新竹嘛，我有一届就去伫。迄个吉东的山顶，一个原住民部落，尖石乡，尖石。尖石乡嘛，无，迄个较起里的所在有一个号做司马库斯。毋是，无甲遐远，迄上远啊！而且遐申请，即摆申請，我想要去的时阵，应该申請啊，就麻烦。那个。彩虹山庄吧，我但我袂记哩诶。啊，我去哩规地，我去哩，迄嘛是一个风景足好所在，就是山顶就对。我都骑到我诶车歹。啊，落来时阵，我就去尖石泡温泉，啊泡了到暗时啊，会使转来，放松水啦。暗时啊，搁接上班安尼。啊，迄天诶心情就真正袂歹。我诶旅行，一个人诶旅行，这嘛是一个讲足侪。目的问题。你会当后一届来分享你的旅行。我拢无翕相啊，不过我会当讲足济。会使。个人袂翕相。你会当来后个月来分享。好，啊，过来敢有其他人想问问题？
大家若有啥物想法，还是你有啥物感想，还是会当留即个白板吼，就是所有工作拢看会到吼。大家问这边讲个其他问题，即摆时间嘛，当留互大家就是针对今日4位讲者吼，4位讲者拢会再问吼。好，来右行，请讲右行。英语系右行，请讲。你来甲麦克开开哦。我是想要回应第2位讲者，第2位讲者应该做丁雄嘛，对。我想要头首先我想要分享讲，我家己本身是读英语系，所以我感觉听了你的分享，我感觉真趣味。你本来是对外文、对英语有兴趣，不过你后壁去申请的算是台文系。虽然现在即摆是讲，有一个新的观念是讲，唔通互家己读，伫咧学校读的物件限制。所以亲像我是读英语嘛，要毋过我对台语还佫有台湾文学，我家己本身嘛就有兴趣，所以无聊聊我以后嘛会当来分享一下。就是我读英语系甲台语安尼这2项物件听起来就无共款，个其实我是安怎看待这2项无共款的代志。因为伫咧台文界，应该大家应该嘛一寡人也嘛知影，王秀荣老师，伊本身是读英语升台外文系出来，毋过后壁伊就开始读台语嘛，开始家己贡献个台语的教学这部分。毋过我记得伊本身即摆是一位英语老师。这是我的分享。后壁我佫有一个小小问题。拄则我去恁遐看，IG 遐看，我发现讲恁迄团队敢若是有两个人嘛。毋过今仔日另外一个人来无出现呢。好，我这个问题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团队内底的朋友，伊是我伫高中的时阵的朋友，伊是处理就是电脑啊，就是网站的问题，所以我是今仔日随便讲我带这个 IG 是完全讲台语是2个人经营的，毋过伊。就是伫咧讨论台语文的即款的问题，我是用家己的名义去参与的安尼，所以伊无一定会来。好，多谢你的回答。欢迎有心你会当来报名后个月零星故事分享会好，来，出来，头拄敢有人有问题，是有人举手啊？头拄仔准伊有举手，伊即摆放落啊。准伊讲要问，准伊请讲。迄个，我要问一个足无聊的问题。迄个问第4位讲者，迄个你姓翁许是恁规口罩拢是甲即个姓叫翁嘛，对无？念翁嘛。嘿对。我想要问一个较笑亏的是。敢捌有人甲恁爸是甲恁阿公叫翁的？敢有人安尼叫过？敢有人甲恁叫翁的？这我毋知影，毋过我感觉真有可能。顺续讲，迄个拄则有足侪嘉义人嘛。虽然讲我伫咧高雄大汉，毋过我的故乡是伫嘉义义德，甲台南的咸水，还有迄条溪。会交际所在，所以我嘛算半个家己人。そうか。谢谢。即马讲个人想要问问题。
有来 GT 你请讲。我阁想要问洪小姐，迄个你敢会互恁老爸老母讲台语，还是恁你含因两个就是讲华语为主啊？阮兜是我含我阿嬷，我含我阿嬷大汉的时阵，其实一开始阮阿嬷拢含我讲国语，因为伊知影讲，足侪含阿嬷、阿公、阿嬷大汉的囡仔，拢会讲台语大汉，所以伊的国语可能学了袂讲介好，可能有一个口音，伫个学校就会出问题，所以伊就拢含我讲国语，一直到阮阿祖来阮厝里大的时阵，我才开始学台语。到即摆其实，阮兜真趣味的，就是阮阿嬷若含我讲台语。我就会印尼台语，伊若甲我讲国语，我就印尼国语，我会当随时换过来安尼，嘿对。无前，敢个人想要问问题？好，安尼咱应该时间差不多，就是讲，若是其他人，也是今日四位讲者，恁若是有啥物其他故事想要分享的，还是今日无讲到的部分，拢会当。留做后个月，还是后个月的人生故事分享会，甲大家分享。其实即摆即个台东台语社目前的线顶活动就是每个月第2礼拜六暗时是开讲会，会设定一个主题，就是大家差不多5分钟，会当自由的交流安尼。第4个礼拜六就是像今日安尼，邀请4位讲者来做因的人生故事分享，包括因的旅游的经验还是伊的专业还是伊特殊的经历安尼会当甲大家来做分享安尼。就是讲，即个活动是台东台语社来主办的。台东台语社是一个名册社团，所以大家若有兴趣，会当去迄个名册 Facebook 敲出是台东台语社安尼。好，那以上无问题话，咱就感谢今日。